果要支持香港劇場，我哋有啲咩 show 睇咧 Melody？ 係啊，其實我都有多個身份㗎，就係嚟緊10月我推的男子嘅編劇。咁係要揾佢嘅兄弟幫手宣傳下啦。睇完呢一套劇之後，大家知道 Melody 編劇嘅功力有幾咁高強深厚㗎啦。以我對我另一位兄弟嘅了解，我相信呢一套劇冇冷場。聽講仲有少量嘅門票，係，仲有少量嘅門票，大家可以去支持下嘅。大家想買就快啲啦。係，但係除咗唔緊要嘅名嘅，可能大家靚仔嗰個口味未必啱，我哋有另一個選擇。阿倫。我嘅好兄弟即係白子啦，同埋我哋另一個兄弟阿雞咧，咁就嚟緊咧今年我哋都會再搞《世紀之鬼2》嘅。佢係唔係一個 rewind 嘅 show 嚟嘅，一個全新嘅製作嚟嘅。咁內容都會非常豐富嘅。咁導演都我哋都有揾人嘅。咁個導演係邊個啊？未買啊！5月20號咩？5月20號，好緊張嘅而家係10點，係啦。咩啊？今次你會買到嘛？多謝你支持，多謝大家支持啊！希望大家積極睇下。多多留意5月20號啊！我哋賣飛啦，10點，係你知唔知點解聽到？